中央社卡拉卡斯23日综合外电报道，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 （Nicolas Maduro） 今天宣布，委内瑞拉决定与邻邦哥伦比亚断绝一切政治与外交关系，并限令哥伦比亚外交官于24小时内离境。哥伦比亚支持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瓜伊多 （Juan Guaido） 的各种努力，试图将人道援助物资运至委内瑞拉境内，因而激怒马杜罗。马杜罗在首都卡拉卡斯的大型集会上告诉支持者：“耐心已耗尽，我无法再忍受。我们不能继续容忍哥伦比亚领土被用来攻击委内瑞拉，因而我决定断绝与哥伦比亚法西斯政府的一切政治与外交关系。”马杜罗并限令哥伦比亚外交官于24小时内离境。他说，哥伦比亚大使和领事人员必须于24小时内离开委内瑞拉，滚出这里！寡头统治集团成员。译者：刘学元，108-0224。